我踩住厚厚嘅冰層，腳底發出咔嚓咔嚓聲，響得整個城市都靜晒。望落去，破爛樓宇堆積得似迷宮，街道完全被冰雪封住，好似時間喺呢度停咗。阿玲攬住阿欣，細聲講：文哥，真係反到外面。我望住遠方天際，灰白色天空下，幾個金屬環靜靜漂浮，毫無生氣。我深吸一口冷氣，嗰種刺骨冰冷刺入肺，但內心嘅寒意比呢啲更深。我哋小心咁行，冰層下面偶爾響起金屬斷裂聲，像城入面仲有人或者某啲嘢。阿欣緊張咁攬住阿玲裙角，我低聲講：唔好驚，我哋小心行。其實我自己都驚到唔得，但我唔想俾佢哋睇出嚟。行咗一段，我哋見到一個被鐵網圍住嘅建築群，入口貼住殘破標誌：人類殘休管理中心。阿玲瞪大眼，真係有人住。我走近牆邊，發現幾個身影伏喺裏面，望住我哋。佢哋着同我哋差唔多嘅衣服，但眼神冷漠，帶住距離感。我走上前，小心講：我哋想入去。其中一個人抬頭望我，嗰眼神透出一種熟悉感，又似乎唔係好肯定我係咪人。你係樣本？佢問，語氣平淡得嚇人。我一擰，樣本？我係阿文。呢度外面真係殘區。佢冇答，只係揮手示意我哋入去。入到去，我見到唔少人，好似被逼生活喺呢度。每個人眼底都冇光，食物、衣服都好簡單。阿欣一眼睇到角落堆住嘅罐頭，眼淚水差啲掉出嚟。阿玲低聲講：呢度同地下冇分別。我心底一沉，望住啲存者佢哋嘅表情，好似我哋逃出嚟，但又被困喺另一個牢籠。文哥，佢哋係咪？阿欣細聲問。我冇答，只係握緊佢手，心入面有種苦澀。呢個生存唔似以前幻想中咁光明。我繼續行，見到中心控制室，熒幕閃爍，顯示一行字：樣本行為分析，持續觀察，生存指數87%。我低咗頭，呼吸沉重。呢句話好像提醒我哋逃出地下，只係換咗個觀察室。我望向阿玲，佢望返我，眼入面有擔心同理解。我握緊佢手，輕聲講：我哋至少仲活住。外面風又起，帶住灰雪打喺窗上，發出嗡嗡聲。我抬頭望天，雖然有金屬環漂浮，但光線透過灰環柔和地灑落。我心底微微暖咗一下，但好快又被現實淹沒。呢度冇自由，冇希望，只有活着。而呢個活着本身就已經係恩典同刑罰共存。我哋喺控制室坐低，望住熒幕上閃爍嘅數據，感覺好似返咗實驗場。但呢度有天，有風，有冰。阿欣縮住手指捏住我三角，眼睛一直望住我。文哥，佢哋會唔會追你？我望住佢，唔敢講真話，因為連我自己都唔知。我低聲講：唔會，至少依家暫時唔會。阿玲走到我旁邊，坐低，眼神有啲空洞。呢度唔係天堂，亦唔係地獄，只係殘歐。我點點頭，感覺好沉重。殘歐唔只係佢哋口入面嘅管理中心，而係整個世界嘅寫照。人類生存到最後，只係維持一種數據，維持一種觀察。我走出控制室，想睇下外面情況。冰雪封住嘅街道上，幾個存者蹲低，望住遠方金屬環。我一邊行，一邊留意啲人表情疲倦、冷漠、畏縮。佢哋望我哋，眼神帶驚恐，好似見到怪物。我心入面一沉，呢啲人同地下嗰啲樣本有咩分別？我拉住阿玲同阿欣，輕聲講：我哋唔係怪物，至少唔係全部。但阿欣望住我，眼入面閃住淚光。文哥，呢度好恐怖。我冇答，只係帶佢哋行到一個倉庫，入面堆滿晒罐頭同衣物，仲有幾個人影低低伏住。佢哋抬頭望住我哋，眼神同我哋出入地下實驗場嗰啲監控人一模一樣無光，只有算數字嘅眼神。我低頭望住佢哋，心底出現一種奇怪嘅平靜。呢個世界無法改變，但至少我哋仲活住，活住已經係一種恩典。我走去控制面板，熒幕閃爍，顯示最新資訊：生存樣本，阿文、阿玲、阿欣，行為指數分析87%。我心入面苦笑，呢個87%好似提醒我哋逃出地下，只係換咗個觀察室。
唯一唔同嘅係，我哋清楚自己活住。阿玲坐喺我旁邊，輕輕握住我手。文哥，我知呢度好殘酷，但我哋仲一齊。我低頭望住佢，眼角濕咗，但唔係淚水，而係冷風入肺嘅刺痛。我點頭，輕聲講：係，仲一齊。外面風再起，灰雪飛舞。我望住遠方，城市被冰封，但天空微微透光，金屬環靜靜漂浮，好似宇宙留低嘅殘骸。我深吸一口冷氣，心入面有種奇怪嘅平靜。活着就係我哋唯一可以掌握嘅現實。我帶住阿玲同阿欣慢慢行出控制室，外面冰封刺骨，但心入面嘅寒比呢啲冷更深。我望住城市廢墟流倒咗一半，街道鋪滿碎玻璃同鐵片，冰層底下偶爾響起怪聲，遠方金屬環漂浮，好似審視我哋嘅眼。阿欣攬住阿玲，細聲問：文哥，我哋真係可以自由咩？我冇即刻答，心入面掂住一個念頭：自由。喺呢個世界，自由只係感覺。我低聲講：唔知，但依家我哋至少可以自己走。我哋行到人類殘軀深處，見到更多存者，佢哋伏喺冰冷建築裏，望住我哋，好似第一次見到人類真正活着嘅樣子。阿玲輕聲講：文哥，佢哋同地下嗰啲一樣。我望住啲眼神，無光、冷漠、警惕。我點點頭，係，但佢哋仲活住。我抬頭望天，灰白色雲層裏，光線微微透入，照落冰層同建築上，像提醒我哋，無論外面幾凍幾殘酷，至少我哋仲有呼吸。我行去控制台，熒幕閃爍，顯示最後數據，樣本行為最終分析。阿文、阿玲、阿欣，生存指數87%。我苦笑，87，唔完美，但呢個數字係我哋存在嘅證明。阿欣低頭望住手，阿玲握住佢手，眼神帶微光。我望住佢哋，心入面湧起一股奇怪嘅平靜。呢個世界冇重來，冇理想嘅結局，但呢一刻我哋仍然活住。我望向遠方，被冰封嘅城市，倒塌嘅樓，靜止嘅街道，仲有漂浮喺天嘅金屬環。我喃喃講：活着有時候就已經夠襯。阿玲輕輕靠住我肩膀，阿欣攬住我腳，我感受到佢哋嘅暖，寒風刺入骨髓，但我心入面竟然有一絲光，微弱但真實。我低頭望住手心，輕聲講：呢個世界唔完美，但至少我哋仲一齊，仲可以呼吸。我抬頭，灰色天際透入微光，世界仍然殘酷，但我哋選擇咗活住。呢一刻，所有實驗，所有監控，所有輪迴都唔再重要。我哋三個人慢慢行向未知嘅遠方，腳下係冰，心入面係餘光。世界殘破，但呢份活着係我哋唯一可以掌握嘅恩典。風聲裏，雪花輕輕飄落，像銀色碎片輕拍我哋面頰。我知道呢個結局唔係勝利，但係哀而不悲，至少我哋仲係自己嘅主角。